牙生年吉他，那今年懂噻，懂用噻。哦，这个部分就晚了一点点。你不要说晚，这里是我最晚好吗？啊，大概这種一樣嘅組合都懂太淡，因為四郎我心中懂強。啊，我這號我本揀用嘛，揀用要耐嘛。有啊，谢谢。哦，你是臨陣脫逃的，臨陣脫逃。手都不露脸。哦，哎，你讲错了，你讲错了，切斜的嘛，隔壁，不是隔壁哦。我发现你蛮冷的，超冷。因为今年冬热啊，自带冷气。已經降熱，已經都厲害。哎，難怪昨天做台標，係嗎？走的。再辣的人他都不怕。对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白強。因為東歡喜，我傳統嘅這家鄉嘅地盤啊，就做個啊腳動天貼，就覺得說有冇養。有那種家鄉的，哎呦，凍成為咩一下吼，凍住我轉來咧。做隻天書啦，頭一下。對啊，有一種深深猜感覺，香港呢又會累積我這邊勝算又更強大。因為安用講。先來分享給咩評審欣賞，分享到劉雪玲劉師傅。嗨，大家好，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容易主持人，大家好。還有青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，陳英紅。大拜講到苗栗呢，我就大拜都講，有當到講什麼我現在不講這個梗了，因為要個英雄大家已經根深蒂固了解。先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佢講啊又唔是都講嘅哦。因為苗栗人哦。兩姊妹Lily、劉依晨分享。哎呦，又再次證明了苗栗出美女。對對對。好，冇問題。我們不自己講。嘿，藍隊也不錯哦。馬上我來紹介一下，咱最今日嘅放養到係兩腳舌了休志明。放羊，你看，就這樣哈。特別是我們這個穿黑白條紋的，我說情感黑講也係呀，聰明愛，嘅蛇咯。啊，大拜這種愛用嘅組合都懂太淡，因為四郎我心中懂強。啊，我這號我本揀用嘛。轉到波下我又死青。對呀，我又是。先來看牙片，牙到畢業一層，老牙給麗玲弄啥兩姊妹，牙就全部懂挑。親姐妹哦。她是這個親姊妹，職能治療師。對，麗玲係買sản婦，今日叫動物做料理。唔過呢，講到苗栗嘅特色，我買咗啲，我台標，而家有啲苗栗菜鐵台標。菜鐵台標，總算放養一下。真的。睇睇有乜嘅苗栗市嘅特產品，然後大家小記一下，好高好靚好食的呀。各位苗栗呢，宫尾系隧道和亚哈拜青春名，那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就提名为宫尾系。哎，我说有五个中文爱用的火茶龙啊，哎，就是讲水土都会火茶龙咩。我说我当好多个宫尾系隧道啊。哦。真見哦，啲嘅公會書隧道嗌特別有限化咗，等嗌出嚟呀，就去行了了啊！呢度有呀嘅七彩霓虹燈，行到嘅龍地都條拜火茶行過誒，你真係懂講有沒有拍完美照？地方未做的，地圖沒懂了。從夜天去噶地圖，你話落去我做講好像。做得搞，又做得翕相，哎呦，王帥王美夾夾去好冇？真見，到特色啊！你講真見有時間話推俾我做講1點鐘18條全部講出來。好，先來看一下提出嘅食材係乜嘅？好，馬上嚟打開來咯！哇，有乜嘅？木米。哇，老娘一共差唔多睇耶！哎呦，福氣哦！真的。好啦，一個木米呢係菜體嘅特產，而且對身體都好。來搶到嘅係菜體嘅料理熬鹽，涼順太子，味太子啊！小姐送上分享。哎呦，哇，很香哦！大家好，有味主持人吼，木米味太佳了，小姐係。好。兩木米吼，喺我苗栗吼，超有名嘅那個產品啦。啊，佢無論係食材嘅，也是粉嘅，都會按營養、按好食。佢本身佢係有啲很多材嘅膠原蛋白，我基本上只有帶到。有一份等下大家吃爽快啦哈，對，哇，哇，太誇張！一般哈，木米哈，
像人的小菜用哎，但是呢，根本也做出来的话可以端得上台面，而且大家哈，我知道讲哦，原来糯米还有按好的按的吃法按的。他搞了吃爽饭啊！太厉害了！哎呦，来盘了嘛？不是，盘了。我聽講哦，呢度除了有個當千嘅木米之外，還有個造嘅木米係嘛？係木米吼，平常時賣新鮮的，也係講啲像啲上班的人較無閒的話，你做得用灶的來準備都不卡。你像是的話呢，拿了浸水浸了差不多10-20分鐘以後，撈了上個芎藥。芎藥，係攞連燈了是。你還是照來做嘅哦。試試看啦，要連着連燈跟那木米連肉芎藥是。哎呀，這個是貴婦菜耶，裡面它是植物質的膠原，對，植物的燕窩，而且也是動有營養那個膠原蛋白。平常時都是個那木米，唔會皮哈，又個有飽足感。好，那個無木米呢，變發動的不是只有以前的鳳梨炒木米哦，推開你新時代，你看我們新時代少女代表一定有不一樣的料理。許名代表哦，咪咁簡單哦。好，來看下再編出乜嘅神奇嘅料理，真好聽過來比賽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體育館嘅料理，大家就拿出木米編乜嘅料理呢？先來談看一下，我們紅隊幹了乜料理？木米炒3層肉。有没有？我們的 tempo 一致，代表我們的團隊是有力量的，來加油喊！加油 ！Yes！ 要用英講，他不會要用國語哈。少女組好，你下半吼，咱最緊要做嘅料理是係客家飯。客家飯。客家。合家歡。我聽成客家飯。哎，默契也不錯吧？好。好，等下呢，水位來進行比賽哈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哈，開始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哇！你也很緊張，想要想過去很羞氣啊！合家歡，合家一起去。等一下，剛剛底下都一定要好好介紹，不湯唔食啊！先來看我們這邊，一定看美女煮菜就是一個賞誰啊？企業煮菜，對。你也可以對啦，我都要去了吼。我去下鹽對唔怕，那古對會看有煮菜嘛？誰啊？自己按醬咧。料理有聲音嘛？有兩個，有兩個聲音兩個聲音咧。你見到你也吃哦？看唔識啊？汽車器，哇，很明顯的，來看書啊，我光看，對，聲音也給他啊，2年級跟1年級，2年級，2年生啊，年生啊，那場係姐姐啊，來，你係姐姐，你沒結婚呢？結婚呢，那個聲音也給他，那聲音懂聲，忙兩聲，哦，這個部分就晚了一點點。你不要說晚，這裡是我最晚，好嗎？加油！我死心。哦，剛剛你講，那個係木米炒3層肉，其實這個乜嘅？這個是烏醋，這個是醬油膏，黑油膏。哦，其實我非常好奇吼，想講，因為凍小嘅後生嘅我為了報名吼，他個田序都做出來嘅。是誰強迫你報名？對啊，是。對啊。哦。不然他拿你不要把東西說話很恐怖。對。不然他拿姑姑我幫我姑姑報名。哦。結果咧？臨陣脫逃。啊，有在現場嗎？沒有，他剛剛有來。有啊。剛剛有來。哦，你大概多懂點講咧？一陣而家變群頭咧，係啊，一陣而家變群頭咧。冇咧，冇咧，冇咧。今日逼噶，記得挑夫一定要逼到，3層肉有逼到，天天的逼。你先切後就先逼，對不對？要逼到，然後就跟老炒嘅客家炒牛芎樣，要把握時間哦。好，那就孔家片咯。加油！做得芎下做。做的。哎呦，做得現場高級，不是矮桐樹。航空亞細龍喺種樸實哦。係啊。係嗎？你怎麼敢笑？看一下。
先问一下何家欢呐，好，哎何家欢都带黑马街啦，何家欢哦，它就是一个客家料理，真的有这个名字哦。也带动我们客家的特色，木耳啦、香菇啦，像这个香菇，我们家也有种。香菇一起干嘛就种？对，以前我们家那个婆婆那时代的时候，专门都种香菇啊，你们来养来畜个的生意。全部学你个生意要去学个咩？要熟煮的嘛，要熟装个香菇，不然他妈去甲种。所以你要偷出来哦，做啲雪豆吼，基本上吼，挑选是个，就是他们全家人穷下打慢的感觉的。系啊系啊，三芒大饼的笋果。啊，做嘛改改木面会先放，棒哎，厉害哦。较爱用的，较无爱用用像切的按丝板啊，对嘛哈？有概念做较八条，哎。那昆友志明都要从名人面前是懂努力求表现的。我们嘅龙沙拼上去就穷下煮出来吗？冇呢，冇呢，该提日白，你爱提日白。提白，我当我西方开就倒去真的哦。日本有有来吗？有啊，这片。哦，你是临阵脱逃吧？怎么不是一起？根本让被穷啊，临阵脱逃，手都不露脸。你讲错了，你讲错了，赶快修正。对啊，还推表示呢，对，大概主厨，对，推表了。好，先哥比亚倒闭啊！好，可是别溜，一定要飙到有味道，然后要飙到有唱，对不对？唱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有嘛该起靠吗？有什么技巧吗？冇，爱的心，爱亲爱的心，真嘅。那个腰会长手吗？唔会，因为爱用卡好边啊，这样不会太强。该佛走的，看太佛一滴滴的。这样才煎出会有焦焦。你先不是听同音，对不对？让它飙动一下，你飙一下。哦，会紧张吗？你们一想要养呢？会变。而且你们现在很漂亮，对，然后这样风一吹来，你们就是走女神飘，你们就是走完美风，走了你就继续保持这样，我们的定卡给你。撒花，撒花，好会，好，那在口干片哦嘞。母亲最伟大。哎，我有批到六条嘅面线呢，有讲嘛？有，哦。蛇龙，负责咧切，你负责咧炒，结果咧金姜辣，真劲都厉害。哎，难怪昨天做台标，系吗？走的，再辣的人他都不怕。对，我们不是做效果的。日本夜里还会懂多哦。真的合家欢。我有一个疑问，木咪妞妞的炒尾后生，因为给某米头，啊对呢，他要抓别人的味道。盐吼一定多较个稍微重一点点。但我本期嘅用嘅米拖捏落去，要炒解一下。没长比如他讲静心哦。没做得本基本含旧的本基嘅胶质出来，跟梅头丝落去咧。我哋用嘅木米係生嘅木米啊，係走嘅木米啊。也係用生嘅，吃夾雜嘅。吃夾雜。哎，對。不靠種嘅。也用嘅係泡水嘅。老吃夾雜嘅，兩種是錯嘅啊，口感不一樣，口感不一樣，咁有時個嚇，我有得係香香味，啊有得較軟，所以是冇咁樣嘅口感。因為肉都應該好食切，肉都應該好食軟嘅，所以才會合家歡，全部下全凍飯一樣。合哥，還好。愛吃米線啊，好，吃米線哦，愛吃哦。有比較高嗎？有比較高。有看到 CSU 嘞。你有發現我們的形狀都長一樣嗎？有。而且我建議，等下我 keep 一下，因為你已經看我按腳說。啊。要不要 keep 一下？我加水嗎？我加呀。對。加埋哦，調油膏。調油。調油先。調油沒有，調油夠沒有啊？啊？醬油膏也要。要嗎？米酒。你剛剛無先昆就改。上新記。OK。而這還第一次看到用夾子挖醬油膏的呢。高手就是這樣。高手。空娜也好嗎？美女。哎。你講美女，她也叫她拿。劉師傅很主動哦。吃料理呢，這個東想顏色，可是我有一個意見。哎呦。放太遠了。放太遠了。你那個比較兩片。很明顯。
呢，你都会按呢。我们不受任何的器具的限制。真的。对。仅仅不会煮出来的因哦，这个工具已经其次了。我这个一定很好吃，好吃就好哎。对，凭良心讲，看了就上色，按用料理就成功一般呢。好嘞，我比心哦，比心。圈出来莫变下去哦。哎呦，这个要吗？全丢。你还猛鸡哦？也有很嘛，他很确定，全丢。很冷淡。我可以知道，他可能报名意愿比你大很多。妹妹的地位可能比较高一点。他是尊重精神上有需要的，他要领袖。才可以差不多，他差不多，杨梅粥差不多。差不多嘞。好嘞，吃米头，好，吃一下米头，花叶都给。好了，我们也要盛盘喽。OK，那个宁力又煮熟哈。有。又起款哈。你要盛盘了，那我们要倒数了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就来试试看那铁罐里头哪部卡米是较好食嘞？哇，梦米的变化料理，讲真嘅呢，俩出菜都可以有懂响应。为什么呢？很客家味。真的，两盘全都冻哈。对，先来吃看哎呀。来。好，越下面越好吃，而且你用台盘的啦。而且你对叶威时间有没有感受到跟梦蜜都会挑？有哦。那个梦短悠悠哎。那个梦蜜仿佛是活着的鳗鱼。哎，蛮喜呢。好了。真嘅，来吃看哦。来。条鱼跟我那个那个慕斯哈比例独好。王美不是只有王美会拍照而已呢，他会煮出来呢，很厉害。真嘅，而且按用木面切法，除了臃肿型的以外，我老实说，它粉偏深，就像炒三丝一样这样子，只是它不是一丝一丝炒一条一条这样。会比较感觉咧。有时候你有按有拱的蒙蒙的哦。哈。都对啊，真是投杭州哈，都对哈，这老人也推荐一下，拜托。你家一般后生全部都爱色蓝的嘛哈，对，外买一样的。某简单哈，某简单。那你要记得投我们哦。鸡毛票。好。亚本色蓝水耶。你就是看哦，跟木米哦有两种哦，冇恐龙哦。两种。豆子不错，菇儿又掉脆脆，又掉软软，还有个香菇，还有条儿，还有小黄瓜，还有风水条，有没有合家欢？有哈。年年有熟吗？有。哎呦有哦。我就喊切发儿的，你系马上切的哈？谁拢切嘞？你们的是 juicy， 我们的是有边香，冇 Q 用的米头。而且说真的，木蜜设计了 Q 干没用，我们是用设备对不对？你们是有设备老早哎。鼓手设计了会下过的米头。冇 Q 用。好，都带体育馆的成绩很用班呢，俩时间先抢谢林师傅抢分数。哈？慢，七师傅，你今年做个上部系嘛个先吼，因为记得咯，吼，记得哦，七师傅你好，抢分数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你们啦啦队那么多人，我都被围殴吧？你们看一下代表的眼神好吗？对，你要考虑到这个 C 龙的未来，我担心他。不会啦。刘师傅，嘿，我做嘛，我先讲俩啦哈，俩木米炒的米是冇嚼落去，它木耳的味道冇香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扁香，扁香它有呛酱油，这边完全没有那个香气。哦，俩冇香气啊，俩片做嘛不样呀，加木米又嚼到个头油米，个白了又香，加木米香又出来。七师傅咧，我係想問我先講兩片吼，因為幾兩片幾個個醬汁壽司調味落凍好，嘟好。你從個調過沒有白到，個豬肉沒有白到，五花肉沒有白到，啊。最尾要用個烏醋到調味膏，個切到嘅梅頭凍好。我講兩片咧，拍攝講兩片係做個素食嘅料理，啊素食料因為就是係個胡椒粉用強到咧，兩片咪做到凍好啦。
你像你汉白面做咧，不用加玉米粉，可能它酱不加米，嘿，一点点么熟么甜到。是个是这种那个酱我们爆一点点时候，一点点么时候，所以我根本不你要偏让嘅意思。两片都做到冻好啦，两片做到冻好，嘿，两片拢做到冻好。其實都凍好食，主要係嘛呢？呀，倒邊沒有啲色谷米就凍好，唔怕唔怕，來大家還是維持一定的笑容好嗎？代表嘅笑容係佢嘅叫專業嘅。好，然後呢，就嚟可以下給你起食譜，帶來嘛4個料理要搞太乾嘞。總鋪素滷菜。大家最期待的4個料理，總鋪是給你帶來嘛菜色呢？酸辣木耳天婦羅。哦，酸辣木米甜不辣，天婦羅，天婦羅就是日式料理啊，日式料理，給它鋪誒哈。那你還有主角嘛？木米，你還買個紫山藥，白山，白山一條風誒地瓜，番薯，南瓜，白瓜。啊你啊，我係做一隻泰式的酸辣醬，有魚露、蒜頭，魚露哦，蒜頭米，辣椒。檸檬，檸檬你等下做咧，讓它擠檸檬麼？好對哈。你係紅卷，然後我等下鋪做白盤嘅，白盤嘅。從了以後粉漿有麼？我讓觀眾朋友講，這不是牛奶哦。咩粉漿？從了粉漿用低筋的粉漿，攪嘅時間總得攪出筋。你自己做乜啊？因為攪出筋嘅佢吃起來口感合蓬鬆時候，含唔會脆咁樣嘅。你攪嘅時間攪了粉嘅時間，甜甜的攪時候咧，攪先，我幹嘛嘅讓滾水，佢含唔會出筋，攪讓下到一泡，佢吃起來好酥脆。我所以那個低筋麵粉，然後水嘅比例有冇？冇比例是按樣時候咧，寬一來炸就可以了。因為天婦羅大家要炸不容易，會很容易變成我們客家的。泡菜，我哋從你啊鹹慢水啊，你啊地瓜先落去泡哦，油溫差唔多哦，160，160哦。那木蜜也要下去泡嗎？主角木蜜泡糕，係啊，呢都冇試過啊。咬下去應該蠻燙的，因為會噴汁，很 juicy 哈。好了，做這種糟的木米來泡嗎？糟的木米比較不建議，因為佢洗起來佢含唔會有水分出來啦。它不會吸油嗎？你等下看是點。好。哦。而家有重點來咯。哎呦，木米。大家有食過木米啊用泡過嗎？冇吼。這個麵粉你都會先揉軟嗎？唔是。我。好期待哦！會變麻用了喲。炸的順序有分嗎？有，比較慢熟的先表。哦。對啊，好的時間是全部是好的。康剛 A 先標。你看，我們一問問題問到核心，不對，會像你問的。我覺得奕成就還蠻不錯的，因為他就跟人家就很快熟。對，快那個。快熟。冷掉了，所以它比較慢放。慢放。檸檬要我們擠汁的時間，哎，很輕的呀。為什麼？等下汁比較好擠。哦。你當然咩個分薄千炸。我先到去切，佢含唔會卡到我啦。醬雞啦。醬嘛有微鹹啊，哈。係啊。微鹹啦。微鹹哈。好，你係辣椒。然後你要吃就好嗎？果肉的嗎？唔係。好，你係蒜頭。所以這個泰式酸辣醬，大家有看清楚嗎？那這位。辣椒、蒜頭、魚露，然後通那也好嗎？美女，是嗎？你講美女，他呀丟他哪來？劉師傅很主動哦。突然雪梨師傅一下就拿過來。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？明明也說那東摸漢了，他就提上你還沒有啦，時間未到咧。按度講。好，美女，水那也好嗎？水。劉師傅的動作動驚呢？對啊。你馬上有轉性誒。你如果不用挑水落去挑。我會挑鹹。所以師傅那個比例隨便。比例就是照你太辣的話，就自己再調。自己再調。哇。香菜不用點了，落多一點啊。天婦羅加一個客式酸辣醬，所以同 TPA 一般來講都是加和風醬誒。係，冇錯。有差了。好。那個酸辣醬我不用調油。唔是。
是啊，算是轻食的一种哈。嘿，你好。周学姐很喜欢吃轻食。对。你还唔會識搖嘅啦，唔識搖啊？誒，你一套出咪芒秧嗬？芒秧。那油啊聲音哦，大家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哦，看起來是凍好食的。凍漿誒。巴羅比巴。尤其係木面哦，跟外皮係拍拍的，跟地度係烏烏安樣凍好看。啊，等下炸該壽司唔係軟體咯。是，趁熱吃啊！哎呀，趁熱吃啊！但是我們就不用猜題了，就直接吃啊！哈，台積咖東西是。那就不用分了嘛，等下就一人挑2個。一人。哇，很香哦！嘿，安師，完全哦。好，大家選咱木米甜不辣牛就好食咯。真给人懂上饮色，可是我有一个意见，哎呦，放太远了，放太远了，你那个比很明显，就会没有，我们也是董秀生的哦。你们刚得2分还想吃啊？想啊，食欲大开，分数跟吃是两回事。哦，先出题目，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命。哦，来了，来，好。大下哪只係黑木耳誒別稱呢 ？A. 郡中之冠 ，B. 樹中之王。A 来弟 ，B 呢？一弟，来弟，先猜拳，猜拳哦，先猜拳，派出志明好不好？你们要派谁？志明，那我们要派丽玲，丽玲，好，姐姐，那么欢迎丽玲，欢迎丽玲，猜拳，猜拳，猜拳。男生不用让女生来，老婆在看你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我刚刚说什么？要让女生。很棒，很棒，来站回原位。对，选一下，我选 A 呀 B。我们选吗？对，你都得选。当然是要 B 喽。B 树中之王，郡中之冠还是树中之王？啊，你有把握吗？树中之王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像姐姐这样讲，我就确定。可是他是。我觉得口听哈，好了，因口听什么的？因为呢，郡里面的散不有懂得，毕竟发贡杏鲍菇也很好吃啊。哦，对，还有可能别的。没关系，我们让对方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就算我们答对，我还是会请代表吃啊。好，你就选 B 嘛，我就选 A 嘛。來，答案係。今天動物先啊，長得寫這個呀。哎呦，肉好粉，長得寫這個。好。如果有0磅，你最適合了。0磅。對。0磅有客家音呢。你就選 B 嘛，我就選 A 嘛。來，答案係 B。謝謝。台大圈走這些。姐姐懂腔哎。因為而家有啊，木生的猛魚有豐富的鐵質、鈣質，能養顏美容，是古代帝王的最愛。又樹中之王誒稱呼，郡中之冠指的是白色的猛魚。哦，白色的。哦，郡中之冠還白色的夢蜜哦。白色的夢蜜。哎呦，是長知識了。知識堂好嘞，厲害嘞，哎呦。哎，因为刚刚他有共斗，黑公有力养一把，我们青用会请代表跟女婿吃，没有伯谦，没包含我，没有包含你啊，没有包含你，不好意思。要其他东西吗？好，只有伯谦没有啊。哎，节目好看就是要有一个人摸石头，然后来干年走该渣。不是啊，你本来就输啊。妹来干年。没有啦，伯谦一起吃啊。等一下，一起。台哥先右嘞哈，先右嘞哈。我拿最大盘。真给很好吃哎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转过身。这个面皮也太好吃了吧，加面衣，又不会太厚，很脆，哎，真给然后是一米亚没哈，面衣懂泡，韩国给它寿司呢这一条懂后已经有达到黄金比例了，真给，你用啥子都你用白形容一下，
干木米懂你有入味，就是那个大爪酱汁，然后刚好中和那个油腻感，超很棒。中清爽，快不要吃到嘞。毛毛的弄一米哦，虽然跟面衣的泡泡来讲，但是哦，一啉到一系列，酸盐的。啊，举明哎，因为它忙起来吃起来不一样啦，但是不吃起来里面不一样，但是味道是所谓泰式的味道，就很特别，新鲜。客式酸辣酱，真的。从两下吼，做我们的出柜给徐姐了，和做的是吼啊，徐师傅的泰式、客式、日式结合起来一个料理。该全面做的是咯，长得是这个。哎呦，你用黄粉，长得是。好了，希望太自家。誓死捍卫我的料理。好了，故说聊出料理呢，观众朋友刚刚没有 hold 到，最主要我觉得是面衣的部分。也在那个比例，其他寿司的部分下一条呢，注意耶，做的都不卡吃做看呐。刚好呢，卡排泄风，吹得到2分，俺们东阳，这样他们的后援会对我们不利。所以呢，蓝水拜托加油一下哦。加油！洪水咩加油？谁来进行最杯米馆比赛咯？我是太中埔，两嘴运用接力的方式，就自家的口味，做出自天的菜色。在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的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分麼？到底哪嘴才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杯米馆咯，我嚟教一下料理接力賽。比賽哈，然後你想抽哪一棒？人家前面底哦，要現款兩頭料理係馬改。錯。哎呦，如果有0棒，你最適合了。0棒。對。0棒有客家音呢。對，0棒。對。哦，啊，今天要出什麼題目？煮麻菜。哦，我煮乜嘅菜？葱爆居啲。哇，葱鳖。野骨，兩套料理啦，我圈做的2、3圈做的，我要搶台表來讓我搓一下。激將夫妻。好了，退表。做得冇？那應該排出馬莎。來去搞。去搞。做的哦。好，退表。自己做，自己負責。好，馬莎先來。你先來。退表先來。OK。兩馬改。如何切葱嘞？切葱。对，杨婷啊，好，加本爱好，就先要这样，嘿。你。听你嘅，做对了，做对，炒，两个做对 ，OK 的。好，然後呢，隨住嚟進行第3關嘅料理接力賽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人家講啊，一個好嘅開始就會成功嘅一半，然後看得出來那一片係好嘅開始吧？好，先來看一下一條片。好，好千厲害哦！冇啦。其實袂切葱而停啊。對。等下哦，他讓你切姜媽咧。很厲害到。變到硬強，難切的全部比切，硬容易係啊，切泡泡的喲，切泡泡，兩是唔會嘅，用蛇嚟切片啊，他最會浪費食材，對，不然有他符合潛色龍嘅條件嘛，迄個唔他符合法咩唔怕，對，唔係清河嘅選擇啦，懵懵誒，好厲害喲，要聲音雅素，因為等下我還要留下去，哎呦，較麻煩，好，有啲旁邊片我哋，好。唔是緊張，懂緊張哦。天天的人唔是緊張，有時間啊，因為係時間，而且你切到比較很較好。關。我雞肉讓它先滷誒，你淋看下你用乜嘅去滷？滷乜東西？白胡椒、鹽、鹽。為什麼唔係用頭油？唔係。為什麼？因為用係咪較唔會出泡辣？用頭油係講滷過嘅話。它不會出泡爛嘞，它會有焦味啦，比較容易焦掉哎。滷鹽的話，等它用醬油燜的話，它香。對啊，因為我從不像我自己在家裡烤肉，先滷好嘅個雞肉，不容易烤盤馬上焦掉。對，故說我覺得應該係壓在黏鹽啦，哈。那吃到看好食。對，我們養天呢？對啊，畢竟給賣sản婦一定懂有美感。賣sản婦。
卖伞服。他是走在时尚的尖端的。天衣裳整批这么紧张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干嘛？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来就服啊！好，切好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开场吗？不会啦，太长关天衫哦，关两片的羊毛强龙呢。那这位要不要切？系哈，那这位要切吗？我切。粽子。你都要用干嘛的？鸡胸肉，鸡腿肉，鸡腿肉，隔壁，不是隔壁哦。我发现你蛮冷的，因为今年是你的，自带冷气，弟弟怎么样？自带冷气。好，然后炒了哟。剪下就后悔了哈。葱的快乐很好炒哈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用养米卤哦？哦，好，是就羊吗？盐、米酒还有胡椒粉。哦，胡椒粉。你们这一道料理打算赢在哪里？因为都是葱爆鸡丁，这个菜应该是大不多粥。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养面黑都奶粉面，还是赢在一颗妈妈的心？开标，妈妈为爱，为孩子，你这有妈妈我在看台标，呢條係用雞髀用嘅，呢條用嘅係，哎呀，用雞胸肉。哦，我覺得雞丁很好，用很好好食。跟雞胸肉有這種嘅嗎？有肉嗎？有，錄乜嘅東西？有嘅鹽酒。哦。但是人做唔得用一條粉誒，你要用都好誒。我會加多添加物。它就我們看吼，兩片食材差唔多，咁講，嗰就準備那個硬花生咁嘅蹄頭哈。這個是最尾用蛋糕安用。本機嘅口感嘛，層次感。等一下煎體之後長會切係嗎？啊？唔是切的，唔是切。哦，應該是好嘅啊。加個邊個我走啊啲。哦。我熟碎，我所嘅雞肉都呈現較細啲啲位。因為雞胸肉加做好食咯，會 juicy。係啊，就像你乾煎用誒。好。煎不你炒好，煎好。兩片用緊腰冇強龍嘅。民族你有學到呢哈。慢慢變煎肉，中間做的煎乾香辛料。為什麼你知道嗎？安永章有小米。你們第一道就是贏在那個扁嘅豆腐乾，還有扁嘅乜嘅？蹄足牛。而且這一道我很在意什麼？什麼？剛剛劉師傅說他吃到我們沒有媽媽的味道。對，媽媽的味道。哦，又熟。哦，有熟啦。沒事。慢。專業。有。女神的氣場就看過。專業。這個是最後，這是現在可以吃着等啊，沒有啦，最後淋上去的。蠻好笑的。慢。專業。有。女神的氣場就看過。專業。特價1減。苗栗人是不是都很會表演？是。看我們這一組就知道。對。好，這個就不要。對。今日地鐵馬嘅冇看到誒。好多。沒事啊，七三茶個屁啊，七三茶調掉而已，不要緊張。那個。他們只是說第三個。沒事。你們吃蒜片不也是這個道理嗎？我這個還好。長得又香啊哈。我現在認真的先把那個挑出來，你們不要，你可以過去了。好，讓你看。等一下我玩第三個哈。哦，好多個小火烤哦。還有梅罩罩。係啊。翻到嫩哦。短哦。對，雞胸肉所要用短。3、2、1，哎，時間到了，下一半。差不多就用哦，該水梅的哦。梅。我們的雞肉看起來比較好吃等一下，讓我睇下看下，馬個係短肉，你要食短肉。手放掉還會短嗎？會。好，你好做乜嘅？老鴨，煸嘅。哦。係。
有点像个宫保鸡丁那样啦。啊，一些对对对对对，系吗？嗯，老给彪彪诶，哎，好，都不卡住不住吹，注意些些诶，一些的，谢谢。有啦，巴布给煮，真假的？但韩本去煮哦。有人啊，冇人。还是从今天开始啊？冇做简单的啊，简单来做的。泡面哦，泡面嘛，冇啦，荷包蛋。太简单嘿。因为叫这间哦，很好食辣哦，凉沙总不是唔好食甜辣，所以我就不用吃就照改辣椒停啊。可是我有一个质疑，我给你一个提醒，我们还葱爆鸡丁，你这是鸡条哦。鸡丁我们切大块的，嘿，它酱阴血。我是给你一个暗示。大专毕业，哎，大专都大块的，对。好，那这狂干片。讲笑话的部分我尬分哦。走的。好，狂干片。谢谢，我们刚才在我第2棒完美的收场之下，让他已经进入到你刚刚的舞步有好看呢 ，Happy Ending， 真的，有必要小咪吗？有，我让你看什么很多真正的鸡丁，好，好，这才是丁，那个是条，那甜色嘞，鸡丁就是这样，丁就是丁，条就是条，盖个强用的态势啊。不用，没有人冲切那么短的 ，OK。你这个梅吼，就跟你讲哟，你这么刚是加什么？老台个讲下好吗？秘密武器，啊。我得讲啦，因为我们的也加完了。酱油，还有，还有嘛？还有嘞。糖，哎，哦。我比远，然后吃米头，我要水，太咸呢，太咸呢。哎，师傅问一下吼。那 keep 过后汤汁不用全部倒进来，不冲烂吗？唔会。已经我熟过。你很来对啦。哎，对吼。哎呦，摆嘞，不要因为女色就这样。不要忘记代表手上还有一个未嫁的女儿。腿标，然后累嘞，好来看。哦，我们刚刚加了什么？加酱油提味，然后一点糖也拉它味道。汤。对，然后我有放一点米酒，提它的味道起来。对，然后煨一点水下去。葱呢？不用哦。因为我要确认鸡肉有没有熟，所以应该肯定挺油的啦。一定油啦，要给我们的老师们看 ，OK。OK 啊，然后我才下葱。好。不要紧张，今天之后你还会是一个更好的女婿，对，是有 update。你愿意接受这个成为你的家人？愿意吗？愿意，我非常愿意啊！因为锅子终于有人跟我一起洗了。这是重点。李真莹，他从去年答应我们有一集说我要洗碗筷都要忙洗。应该做在洗修啦哈。我吃饭了。你有几款吗？什么？他是老师我是你自己是，因为我们得几款。那么我们最后那个是最后，这是现在可以吃的等啊，没有啦，最后淋上去的。蛮好笑的，蛮幽默。你为什么到第3关了才开始讲话呢？因为前面有压力了，现在要压力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装牌了。好嘞。好，差不多哎。来，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就来吃看到最杯的谜语关，哪一部卡张系你的太中福嘞？好，最杯谜语关呢，从边野坤。欢迎来到岛乡哎哈，先来吃看我们这边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非常的有心型，来。我们自己满意的，优秀，优秀，肚肚后会拉凸，而且从未有比较多，为什么呢？然后老太太跟我一下，刚刚我们先有把葱泡先落去先煸，跟你们做法不一样哦。好，等下本身南水的来看呐。来。很紧张，太家当紧张。一开来呢都有无同样的，包括鸡肉就是用不一样的部位。是明日的鸡肉会通那个部位啊。胸脯肉，鸡胸，鸡胸肉。都要反正要同样的。每下家的创面我要满意嘛？100分。棒啊！挺少嘞，120分，放1分。放1分。
玉林之后后生嘛，后生，用普通语说。后生，但是有先行，哦，陷入一种焦灼的状态。两片呢都有无叫的香味，用的鸡用的铺面咩无共用，都有7家国家的特色，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诶。不过呢，等下裁判的部分先拨你的师傅来上路赢。谢林师傅抢分数。哈？那日本人唔怕，你下唔会。嘿，因为几等于做个上浮嘅些咯。冷水好，我讲你好。冷水。呀，新日本强，分数。哦，哎呦。哦。谢李师傅先抢公平哈。今明日炒的是葱爆鸡丁，从个香气冇逼出来。可能葱泡会先冰。炒。加葱泡冇逼出来，你下咧，你米丝整完就系葱爆鸡丁。油骨咧，跟葱头。从那葱泡有去冰落去冰到，有那个香气的问题啦，有个香气。其实不啷个工作类，哎，是嘛？因为本地啊篇章嘅问题是讲呀，你啊鸡胸肉啊本来食到会柴柴，按讲啊食到有嘟好，啊梅头又跳到，就是撇开讲佢嘅档嘅问题，啊其实佢嘅梅头都做到动好，哦啊第二篇红烧嘅。我係想買係紅果加隻烏醋，讓佢淋一下，石化龍點睛是正常用品啦，嘿。哦。哇，啊用好多誒，無數啲溜溜嘅整茶，可是都很好吃，都很好吃啊，都好吃，都懂用心做。我們沒辦法成為家人了，還是可以啊。還有辦法成為家人嗎？對，有。哎呀，好啦，今日嘅比賽呢10分喜吼，互相來學習，加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，請你哋打菜機。好。唔怕，代表今日來吼，咩味道嘅獎金嘛，係味道了咯。哎呦，阿厲害咯！同時複合型多功能方形不粘鍋具組，不粘鍋哦。謝謝。還沒有不缺錢啦。好，先來談看一下，你個一晨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分享一下？很有趣，很趣味，然後可以學到很多不一樣的客家菜、客家菜。神奇都奶，會不會贏得有點？排誰？唔會，只有上紅哎，不然就會踢兩啊。預期就是這樣，對，自信了。對，好了，你跟麗麗，你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分享一下？下次要再來。還算不夠，真的，以你最近賣衣服還是有受到疫情影響，對，有點窮。好，恭喜！好啦。他們受到疫情嚴重影響比較深啊，還沒有就不會受疫情影響吧？不會。啊，前面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參加就買個心得咯。所以講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雖然今天沒有贏啊，但是其實見識到很多不一樣的做法，也是很不錯的一個經驗，都互相學習，那希望下一次再學起來。機會再表現一下。而且你專心做的都是一張模嘅。你講到他剛好不容易忍住眼淚，馬上叫出來咧。好啦，最尾本叫姐姐講一下吼，今日參加就買個感想哦，老大家講。今日參加一隻節目呢，都當歡喜啊，主要係好教天天啊，將呢客家文化帶出來天天。最主要呢，你看到大家都要到畢業了，客家歡樂，而且呢，看今日我們兩隊都有後援會。後援會的聲音在哪裡？哦，從誰上嚟？是一個合家歡樂的場面，最主要。係啊，所以行擺哦，還有機會哦，要聽外來吼。哦。跟還有講講吼，行擺有機會外來哦。表現一下好冇？好冇？好。感謝大家，Andy 一家之主就會等你向下來挑戰哦，一家之主，Andy 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